神預測。一場載入史冊的完勝，這場比賽是世界盃歷史上的第1000場比賽。日本隊憑借鎌田大地和上田以世的梅開二度，以4-0的比分橫掃突尼西亞。這場勝利不僅讓藍武士在死亡之組搶佔了出線主動權，更是一場從戰術到心態的全面碾壓。關鍵數據、統治級的表現、控球與場面，日本隊完全掌控了比賽節奏，收放自如。上半場就完成了4次射門，而突尼西亞僅有1次，預期進球值 XG 更是0.54對比0.02的絕對碾壓。防守強度，日本隊在丟球後立即展開就地反搶，其兇猛的強度讓突尼西亞球員給不適應，而突尼西亞的防守則顧慮重重，未能給日本隊施加足夠壓力。險些破紀錄，第9分鐘，日本隊一次遠射被突尼西亞門將在門線上撈出，經花確認，皮球以微弱之差未整體越過門線，否則比分將更早擴大。戰術分析，為什麼日本贏得這麼輕鬆？日本的勝利密碼體系的勝利，即便核心9保健英因傷缺陣，日本隊成熟的3-4-2-1陣型依然像精密儀器般運轉。球隊的進攻多點開花，讓對手防不勝防。體能優勢，日本隊擁有在90分鐘內保持高強度逼搶的體能。反觀突尼西亞，替補深度不足，60分鐘後體能嚴重下滑，是導致崩盤的根本原因之一。精準的賽前部署，森保一的戰術極具針對性。開場的高位逼搶立刻收到奇效，迫使對手犯錯，導致了閃電進球。突尼西亞的全面潰敗換帥救不了火，首輪1到5慘敗後，新帥勒納爾只有3天時間準備。面對體系成熟的日本隊，倉促的變陣和混亂的軍心注定了悲劇。防線定時炸彈，數據顯示，突尼西亞已連續5場正式比賽在下半場失球，此役他們防線體能和專注度的老問題再次爆發，在下半場連丟2球。出線形勢，日本掌握絕對主動，此役過後 F 組出線形勢變得明朗。手握4個淨勝球的日本隊，末輪只需打平瑞典即可確保出線，壓力瞬間轉移到了對手身上。結語，這是一場屬於團隊足球的勝利，日本隊用一場完美的4-0，向世界展示了他們的進化。而突尼西亞的換帥豪賭，則被證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。這場大勝，你給日本隊打幾分？末輪對陣瑞典，你看好他們嗎？評論區聊聊，記得按讚加號訂閱加號開啟小鈴鐺，鎖定更多世界盃深度分析。